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月光宝盒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10000年。要是今晚铁扇公主对你有任何过错，我用飞驰弹弓打了个眼花缭乱，措手不及。受不了了！快点人了！这里一定就是师傅的牢房了。没错，除了他以外，没有人能够。算了，不说。地方找到了，你们进去吧。师傅，师傅呀，我们几个来救你来了。师傅，我们来救你了。阿弥陀佛。今夜我们师徒4人再次团聚，为师有些话想要跟你们说。有什么话可不可以留到以后再说啊？我们现在在逃命哎！不行啊，为师被关在这里很长时间了，已经快被憋坏了，我一定要说完才走。我们师徒4人一路向西取得真经，靠的不是人品，也不是运气，更不是花言巧语，我们靠的是团结一心，齐心协力耶。师傅，要不我们先把门打开，进去再说。不行啊，听我把话说完。现在我们落难在积雷山，全部靠的是投机耍滑，才能勉强苟活于人世。用这样的办法，怎么能够去取得真经呢？师父真的很失望啊，失望到睡不着觉，越睡不着觉越失望啊。你又失望又失。怎么不得失心疯啊？哎，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哲理，你也听下来了，我真的很欣慰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先把门打开再说啊！哎，帮忙！你们知不知道，一个人失望了就会没有精神，没有精神呢就会犯错，犯错了的话就容易死于非命，死于非命就取不得真经了。我取不得真经，又和咸鱼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师傅，你讲完没有？讲完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师傅口渴，走不了。师傅在牢里受苦了，我给你找水去。你上哪儿找水去啊？这什么时候去找水啊？好，你去找水哟，我们都不走了。行行行，你们继续吵吧，我找水去了。不行，你一定是想趁机溜走。师傅，你再忍一忍，等一会儿出去了，我老朱亲自给你找水喝。二师兄，师傅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你为什么不满足他呢？你是师兄还是我是师兄啊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好啊，你去找水，我们都陪师傅死在这里好了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其实我是故意来考验你们的，跟为师想的一模一样。这一路上啊，我们貌合神离，一点都不团结。就算出去了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行行行，散会啊！你留下来照顾师傅，我去追大师兄。悟净啊，真的和为师想象的一模一样。不如你也走吧。老大走了，老二追老大，老三不知道何去何从啊！你们几个就像一盘散，不对，就像3粒沙子一样。为什么是沙子？因为你们还没有了解人生真正的奥义，所以你们就像3颗渺小的沙子一样。等你们明白了，你们就不是沙子了。那么是什么？那个时候你们就是为师也不知道，但是现在能确定的是，你们只是3颗渺小的沙子。师傅，我知道何去何从了，我去找二师兄。大师兄，你要去哪里？别再叫我大师兄了，行不行？我真的烦透你们这帮人了。好的呀，大师兄。还有，他上辈子是个哑巴吗？啊？为什么说起话来看不到尽头，永远都停不了？
师傅一向如此，你习惯就好了。我习惯不了。我告诉你，要么他死，要么我死。师傅要是死了，我就去杀掉紫霞，杀掉牛魔王，毁了月光宝盒，让你今生求生不得，求死无门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清楚啊。别跟着我，你也别跟着我。大师兄终于肯独自面对师傅了。不愧是大师兄啊！我们给他把风。二师兄，你刚才叫的太大声了，不然怎么吓晕他们呢？吓死你啊！别废话，赶紧处理一下。好。大王，你怎么哭了？今晚是我牛生的重大转折点，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。这2滴眼泪都不足以表达历史感和仪式感。晚宴开始了这么久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来，也太不给我老牛面子了！我真的要生气了！刚刚拉完屎。滚！约的人也不来，太不给我老牛面子了！你们呀就知道吃吃喝喝，快去给我找！是，去啊！牛先生到！啊，来人了！梆梆梆梆，梆梆梆梆。大王，这是为紫霞仙子准备的凤冠霞帔，没有哪个女人不为她动容的。如果大王能把她赏赐给我，我一定会感激不尽的。傻牛，就不要再说了，我都快吐了。把东西收拾好，听我的号令啊！让开！哥哥，气死我了！你要替我做主，不对也要替你做主。做什么主啊，香香？慢慢说，怎么了？你还记得你妹夫孙悟空吗？当然贤弟啊。那我问你，铁扇公主是不是我嫂子？香香啊，你问的都是什么白痴问题啊？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你妹夫跟我嫂子私奔去了。好好啊！什么？臭狐子竟然敢勾引大嫂！哎呀，我就说今晚不对劲嘛！哎呀，大王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捉奸呐！走。至尊宝，你在吗？我进来了，至尊宝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该不会是睡着了吧？说的我都有点困了，不行，我要坚持住。至尊宝，至尊宝，
贱人！我真的求你了，你认错人了。阿弥陀佛，那是错，此时对。世间本来对错就是无界限的，你何苦一直强调自己错了呢？就算你错了，我也是会原谅你的。毕竟我们是师徒一场，既然是师徒一场，就不要分对错了。你说对不对呀？说人话。那你又是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名字叫做至尊宝。那只是一个代号而已呀。不要太执着，就像世间有千万种鸟，它们都是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的，你说对不对呀？反正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臭猴子。那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当？什么是当当当？就是。我已经不行。哦，你个头啊！我跟你说了，我不行了，你还在那哦什么呀你啊？你再嗷一句，你信不信？我捅死你！阿弥陀佛，悟空，你要是想捅死我的话，那你就捅死我好了。生有何爱？死有何苦？当你明白什么是舍生取义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回来跟我唱这首歌的。阿弥陀佛。子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子祥，你怎么了？孙悟空，你给我出来！说你呢，你给我出来啊！糟了，这种情景如果被宁魔王看见的话，我就不好了。先走吧。你不要动。哎，大师兄，不是，你干嘛抱着一个女的呀？师傅已经走了，让我们在300里以外等他。等等，有情况！哟，前面有埋伏。用眼就看出来了，还听什么听啊？这个容易搞定，交给我。你去吧。你还说她不是你的女人？是你弄伤了的，
没错，这个女人一天不死，你就一天不会回到我身边。这种事情怎么能勉强呢？交给上天安排啊！你放屁！天意让你喜欢那死胖子，你喜欢吗？如果上天真的是这么安排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呀。好，那就不用上天安排。你想干什么？万一分炸开！我要把你和石头交换！走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几个大活人找了一晚上都找不到。大王，大王，香花院都找了，一点茅坑里都没有。紫霞仙子也不知道去向，可是昨天守夜的牛说没有人离开，没有看到铁扇公主。泡壶茶来。哎，给大王上壶茶！快！泡，你还真给我泡茶，谁他妈喝呀？滚出去找着再回来呀！滚呐！一群废物！干嘛？我有个提议，行不行啊？我是傻牛，不是笨牛。如果这样做的话，还能透出紫霞仙子的真心话哟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难道是消息走漏了吗？怎么满院子都是小妖？死猴子，大热天还盖什么被子？害羞吗？害羞？哈，你练了是不是？哟，好结实啊你！嚯，还当当的。哇，这大腿，这小腿，跟钢一样。哦，我快把持不住了。玩我！讨厌，还有毛刷刷的嘴巴。臭牛，居然敢冒充猴子来骗我！先不冲破，我亲热的，我先掐死你，再去收拾臭猴子。休息一下。这是哪儿？啊？
怎么可能？哎，还我真身！我一定要换回来！老沙，你干什么呢你？你怎么能破戒呢？还是色戒？你干嘛？哎呦我去！哇塞，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啊？难道我进入牛香香的身体？别摸我胸！啊！手拿开！喂你，你们两个人怎么变身了呀？大师兄，你看，谁让你变成我的？你，难道他们两个也？哎，子夏，哦不对，子夏，你没事吧？快！快上来！至尊宝，你就那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至尊宝，我要杀了你！喂！太重了，受不了了。孙悟空，你果然还是放不下我。孙悟空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好好的在一起。完了，一心幻影大法一定发生在此时。那会儿青霞跟紫霞一定在交替，紫霞一定还在石碑那边。神经！孙悟空，你去哪儿？说好在一起呢，你又要去哪儿？至尊宝，放开那个贱人！我要杀了他！好啊，你杀不了他，别走啊！喂，呀，哼，嘿，哼！大师兄，哎呀，大师兄，你看我变成那臭娘们了，怎么办？是吗？我看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沙师弟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去后面给我把那个青霞干了。那个不是二师兄吗？虽然他现在变成了猪八戒的样子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他并不是二师兄，所以你的下手一定要快、狠、准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去吧。不准用我的身体跟那胖子死磕！就你有肉身啊，我也有好吗？臭娘们儿，谁让你跟我换的？笑什么笑？紫霞，紫霞，哪儿去了呀？刚不还在这儿吗？这怎么办？找不到紫霞，就找不到月光宝盒了。至尊宝，紫霞，紫霞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大师兄。哎，你干嘛摸我呀？你怎么又变成猪了？猪得罪你了吗？大师兄，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呀？我错了。知道错了就好。你们是在玩变身吗？哎呀，我怎么变成女人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刚才跟我说话的还是紫霞呢。不过，你现在确定你是猪八戒的人格？那你知道月光宝盒的下落？我当然知道啦。你快告诉我呀！你在说什么呀，大师兄？你刚才不是点头吗？你到底是谁呀？我是紫霞。那月光宝盒在哪？我是你二师弟呀！哎，大师兄，哎，想我驰骋天上地下这么多年，还能安然无恙，肯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啊！大师兄，
我劝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啊！看你这般好色，手无缚鸡之力，经你是娶不了了。不如让我来做大哥。哎呀，虽然我不做大哥很多年了，大哥你来做，经你也去娶，我只想要回我的月光宝盒。月光宝盒我找到了，它就在哪儿？大师兄，沙师弟呢？沙师弟，师弟啊！哎呀，糟了，我身体里怎么还有一个人啊？哎，你是谁啊？我是紫霞，你是谁啊？我天蓬元帅啊！天蓬，你怎么不在我身体里啊？你快从我身体出去！哎呀，我的身体在哪儿呢？我都不知道，借我用下会死啊！我不愿意，你快点出去！喂，我就不！哎呀，臭死猪！不要打我身体！我就打！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？出去！不出去！我出去！哎呀，就不出去！你不是紫霞，我不跟你打了。我是青霞，怎么了？只有那个贱人才配跟你打吗？我只想杀紫霞。想跑？没门儿！哎，你们俩别打了，再打下去累不累啊？不然你就再也编不回去。我靠，这么打下去，我人格很难有完整的肉身安放。好棒啊，老沙，你知道吗？我愿意有这样的一个人，让我爱上他，让我不再计较得失，让我不再心猿意马，让我不再随波逐流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我爱上他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遇见了最好的自己。哎呦，大师兄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们不是要去300多里的地方找师傅吗？哦，对，那跑快点。至尊宝，你们知道去哪儿啊？你快告诉我月光宝盒在哪儿！哎呀，你先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赶走庭院的猪八戒啊？我现在根本控制不了他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呀！别急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。你先告诉我，你现在是怎么战胜猪八戒的人格在跟我对话的呢？我发现啊，猪八戒啊，他人格总是分神，脑子经常空白，有的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就靠这个空隙夺回我自己的身体。但如果他一留神一回来，我就又被压下去了。他想什么呢？这猪八戒。没事，等会儿他再冒出来的时候呀，我给你问问。好。大师兄，哎，我们怎么停下来了？快走啊！等，八戒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哦，你在紫霞的身体里面感觉怎么样？太美好了！哎呀，我现在没有了这个大肚子，我走路的好快呀！哎呀，而且这个猪鼻子里没有了，空气都清晰了好多啊！最重要的是，你拉着我的手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。越是这种时候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呀。大师兄啊，你不懂一只猪的思想啊！哎，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自己是个俊男，如今到了紫霞的身体里边，哎，虽然她是个美女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卑呀。这种境界的时候，你还有空自卑？应该享受啊！我一直怀念我的猪面孔啊，我担心如果万一我换不回去，我接受不了啊！别问了，让我哭一会儿吧。怎么样？他说什么没有啊？啊？我明白了，每次你冒出来的时候，都是猪八戒黯然神伤的时候。他是因为你的美而感觉到自卑。啊，真的啊？哎呀，说的我好高兴啊！不行，我还是要夺回自己的身体，为了月光宝盒。孙悟空，
我终于追上你了。青霞，嚯，哎，才多久没见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打岔，月光宝盒呢？忘了拿了。嘿嘿，我骗你的。等等，你拿月光宝盒干什么？跟我远走高飞啊！死肥婆，你别拦着他。哼，原来是这样。肚子好痛，我心里好痛。这死猪肯定是吃坏了肚。哎呀，他就是装的。来，你又在装吗？这么痛苦的事情，我装得出来。紫霞，我们俩还在佛祖那相依为命的时候，我最怕的事情就是生病了。每次交班的时候，你都会给我准备好药丸和叮嘱的字条，难道这些你全都忘了吗？既然你们是姐妹，又何必自相残杀呢？你把宝盒给我吧。姐姐，你忍住，我给你点穴疗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是不会和你远走高飞的。你骗我！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心太软。我只是给你个教训啊！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月光宝盒明明是我的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要抢它？至尊宝，月光宝盒我替你拿到了，我的爱情你也得到了。现在我要嫁给你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生猴子这种事情不能着急，特别是……喂，飞婆，你放开他！哎呀！紫霞，至尊宝就是我的情郎孙悟空，你为什么几次三番的破坏我的感情？谁的情郎还说不定呢。哎呀呀，你别跟着我行不行啊？哎呀呀，你放手啊！你别拽着我，我要去找我大师兄。老沙，你真的好有男子气概哦！我第一次有被人收服的感觉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妹子，我不泡你，你泡我干啥？你泡不泡我是你的事，我泡你是我的事情，两不搭嘎嘛。放手。放手！你不放手，信不信我揍你啊？我不信，我也不放。我靠，你好歹还手啊！人家见到你就走不动道了，哪还有战斗力呀？Oh my god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你干嘛呀？紫霞，我要杀了你！哎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干嘛要杀紫霞呀？我可是有仇必报的牛香香啊！呀！搞什么呀？紫霞，我要杀了你！来得正好，紫霞，你这次死定了！呀！这么大一个地方，我竟然找不到一棵吊死的树。疼吗？臭婆娘，都是你来搅局，不然的话我早就娶到了紫霞，哪会有这么多事端呀？哼，你这个大色牛，你复杂的五官掩饰不了你朴素的智商。你太狠了！夫妻一场，你的言辞伤害到我了。哎，我哪句话伤害到你了？麻烦你再告诉我一下，我再说10遍。
你倒是去找你的小情人至尊宝啊！不过他的女人多着呢，什么时候能轮到你这个黄脸婆还不一定呢。争了这个有什么用？你的紫霞不也在他手上吗？哼！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！哇，牛兄啊，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？我伤得严重，难道那个黄脸婆会伤得比我轻吗？孙悟空，孙悟空，你骗我骗得好惨呐！你怎么那么忍心呢？啊！霞，你最终还是属于我的，跟我回去吧。孙悟空，他又是谁？其实我……你不用跟他解释，他是我的。哎呀，原配都来了，你还敢娶我？臭牛，我们离婚吧，各自追求真爱，谁也别管谁。黄脸婆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第一次佩服你的办事风度。你要你的，我要我的，我们现在就离婚。不准离婚！紫霞，你干嘛？给我！我去把你找回来了。你快去啊你！至尊宝，你看到情人厮杀，兄弟反目，请问你现在是什么心情？哎呀，你别烦我大师兄了，赶快把你哥他们赶走，走。去干什么呀？你走啊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把月光宝盒抢回来，好让你跟你娘子离婚。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，我没话说了。真的？你都已经这么讲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我。黄脸婆，你的小白脸都跑了。
雨帆。